企嗰啲好冇？企嗰啲。大家好啊，我係蘇爺，今日我哋嚟馬場體驗騎馬 ，Let's go！就喺呢度啦。一般過來要提前預約。因為就是根據人的身高來喂馬的，牌就有小馬，現在就要給你打馬。然後工作人員就好細心咁幫我着上裝備。我要上馬啦！這個就是我的馬。終於摸佢頸啊！10歲啦，相當於人嘅幾多？20幾歲啊？3、9月幾日？花神開。我好似唔想撞咗佢一下。冇事，呢個後 Sorry。100幾㗎，裏面都冇票嗰種。唔好意思。騎上馬之後，教練都從最基本嘅腳踏方式同埋坐姿開始教學，再感受一下馬背上嘅平衡。即係學法幾快。唔錯，聽到未？佢呢度好遠啊！俾大家睇下第一視角。要學一陣先可以跑。學一陣都唔可以，可以學馬，仲拖學咗教練嘅指令。即係識人啊，梗係啦。仲有立定，終於到快步環節啦。我係俾佢彈起身嘅應該。馬背上嘅彈真係幾難嘅。每個教練都係咁講，冇人係一開始就識嘅咧。我們現在帶他去洗澡。辛苦啦，舒服嗎？唔好鬆到佢頭。佢唔會打我噶吧？企嗰啲好冇？企嗰啲。麻煩工資結一下，交個同款頭，像唔像？我哋而家入馬房睇睇，你睇，好多隻馬。這個是金髮美女嗎？哦，好似喺度詐嬌咁嘅。喂，你是第一個拒絕我的女人，都係似我玩。因為原先我自己就比較中意動物，騎上去好驚整親佢哋，但係都可以真真正正騎到馬，仲喺啲場度跑一跑，真係非常有意思。